채팅 로자 그 쇼고对吧广告上这边都那个可多了是个我那是他打了个某个我那在我最拉的时候真的帮了我你给他说就给他说脸配不上你这个穿搭色对呀现在是加成兄弟们卡住有没有大哥大姐能不能帮个忙现在上一个票的翻倍兄弟们现在上一个票的翻倍欢迎罗布茨林哥现在就是加成现在就是加成有没有大哥大姐能不能帮个忙切林兄弟们卡住天哪好남자시 김산점도 요새 레미 치롱 저 원내수다 샘사젠 게大哥了拖欠了真的欢迎我爱了宝贝儿欢迎宝子儿妹走妹走这是了开来南方墨镜你也只配墨镜没动物妹开来大姐抖音一号姐上眼都通到看了别多我就是不喜欢对妹呸谁的面好说掉下去了打过来呀我就拿这一点报仇面好说开来说这啊我一个抖音号直接下播起来了我那我你看不惯我的话直接这样说了嘿没有实力还在那里装逼还在装大姐屁装个屁我靠我做不到人人都喜欢我不是谢谢我南方宝宝对买墨镜我就买了谢谢南方宝宝做面大木送了面开来大哥的价不是个装啊么南方多少大钱和阿姐的头像的小伙呸谁的给开来阿姐呀学习牛啊就给他给金牛同来第一把我赢了第二把你赢了最后一把来3你拿什么最后一把直接拿下你们好好说现在上一个票的翻倍有大哥大姐能不能众筹100兄弟们等等配体检的逆耳兄弟们直播间有没有哥姐能不能帮个忙欢迎那起你们哥现在上一个票的翻倍此时此刻有大哥大姐有3票的话能不能众筹100等等配体检的逆耳兄弟们咱们直播间有没有哥姐能不能走个墨迹兄弟们密西基对不对兄弟们测人逻辑感谢我直播间所有兄弟们能不能帮个忙兄弟们能不能帮个忙测人逻辑哎呦我直播间有没有大哥呀天哪NYIMADONDRUP 哥测人48级哥能不能帮个忙卡住哥现在是加成拜托了哥就能不能帮一把哥测人逻辑哥现在就是加成我去天哪我靠妈呀天哪感谢我48级哥送来的豪华飞机我去天哪我操什么神仙大哥一对不对然后哥哥测人逻辑卡住我自己选了哥我靠哥你好牛逼啊天哪哥就破了这了是李大人他是说我操天哪我靠哥我给你点关注方便的话回光不方便不用回光哥测人逻辑哥就刚送上了这些个第4了呀姐哥我靠太感动了哥天哪路过的时候哎呀谢哥真的好开心呀哥拖欠的测了一个我也想要可是我的实力不允许我直播2-3年了哥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飞机哥太帅了哥豪华飞机 understand do you understand 你还搁那装啥了啊还有你29级的还有我 W 哥那来打过来呀哦呦天哪哥你好牛逼啊我去人家就阿哥测的罗家哥我虽然不知道你藏族的还是汉族的阿哥但是谢谢你留在我直播间就是帮我一把哥助力一把拖欠那个我铭记在心祝我家的恩哥在往后的每一天都能够顺风顺水顺成功财源广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发东彩发西彩发东西南北彩越来越好暴富暴瘦暴帅谢谢哥嘿的是啊哥你是这样子的我操天哪哥你等级好高呀别死我们哥天哪我去兄弟们藏族的大哥等级还这么高的哥我去过去也许啊哥俺身体去这个给哪去哪里呀全部不敢录小片我的谢谢你能够今天来我直播间助力一把你太装了吧我去我自己也是被我自己给装到了我说实话我那张的我也是被我自己给装到了我那张的所有的啊真的谢谢啊哥说白了我那张的牙就哥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牙就哥今晚俺身体去这个哥若不是给讲的就您的一句话哥好人一生平安拖欠那个才能落这个俺装个屁呢这个我也是被我自己给装到了个今天刚见面个真的是恩哥牙就二个才能落这个我也是被自己给装到了有些其实俺来我自己也是被自己装到了个不好意思啊哥你说这个哥让你介绍了个9月大哥俺都谈的等级居住型就多的就人家刷个票你这种神态天哪是哥的16级的9星的个真的是俺装个玉米的俺参不会哈古这个看来是能嘛穷的呢今年考来看来是能也随等叫的吧居住型就的俺看来是他等下快俺9能个这个找到来说的
我自己也真牛嘛，这个对面的 chips 给我先把你拉黑了个，让你见笑了个，哈哈，没事子。哎呀，真的谢谢你啊哥，正儿八经的特别的感谢哥，推荐那个，并不是拍马屁哥，俺拍马屁不是这样拍马屁的哥，拍马屁不是这么拍的哥，推荐那个，我这个性格说实话不太会拍哥，但是我大家觉得我是玩的挺开心的哥，感谢说。来，直接做成哥吧。来站过去，阿鲁把你发累了，这一把都把你发累了，八九妹，发累了，我都真的是。呀，卡切下不么？没哪里没有的，大哪里大有的，大家别老啥大花有嘛的。我说实话，口碑哪里没把看哪里多挺清楚的，大哥哪里大哥有的，不哪里不有的，大不里就这样强谈到没的也是一个的，他好啥不么？然后还得拉高级的嘛着，还得是没大哥里几楼苦的，偏几楼苦错几楼，不开始几个热气就开始丢的怎么？那边嘎达曲姐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给你3分薄面，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呀？啊，肯定是。没哪里没有的，朋友，人里面有人，天里面有天。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别天天靠着1-2个大哥。哎呀，他告诉我，有时候啊，等等的，不一哪的不有的，大哥里面也有大哥，大哥我那张的积累的，其他大哥还不照样跑了啊？做人嘛，不能这么做。我说实话，没这些过呢。让人做过的，俺三得觉得哈来过呀，混脱过呀，给差节钱不是给面的。我们觉得是阿罗日的事吧，俺三得觉得是拿捏你是分分钟的事情。我说实话啊，我今天一个路过的大哥给我刷的私人飞机，我跟说，因为那个对面的司机太拽了，咱们在开玩笑，跟没那样说啊。哎呀，赶紧忙不起来，下面我才得觉得也是，俺来阔不那不的人没有像你那么黑。以后就是告诉你大哥大姐，市里面的对吧？呀，站嘛起来前面是个死了学啊，三得觉得说的，他告诉我，满都多跟去，基本都韩国嘛被锁进去的，三得就找到你们几月才去，跟你们几国家去要嘛，永远都是抬不了低，我抬不了头的。他告诉我帮助面，他告诉我，服不服？服啊？服呗。这个还差不多。等一下，这是什么？来，直接打妹妹，一局定时不打，不打3局2胜了吧？这一把开始，这一把你来我才一把。现在翻倍加码，对面。妈呀，天哪！亚局阿哥，菜呢？太感谢了哥，铭记在心哥，推荐哪个？哥推荐哪个？现在咱们有大哥大姐有墨迹的话，做个墨迹兄弟们，此时此刻上一个票都翻倍兄弟们，感谢我直播间所有兄弟们，感谢我家的唯爱，非常感谢。等到这票季节的你有兄弟们，此时此刻我们上一个票都翻倍兄弟们，每期季节的票你就有了兄弟们，日区节的票，冬季节、保时季节的你都喜就有了兄弟们，感谢我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还有吗？我去。都算了吧，哥，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哥，菜了老姐哥，都可以了，够了，都有点不好。妈呀，又来！天哪，这什么大哥呀！我去，感谢我家的恩哥再送来的豪华飞机，我去哥，天哪，菜了老姐哥，去干什么了？这些个第三了等住，我去，天哪哥，也就菜了啊，太感动了。Hello。来，直接做惩罚吧，好吗？可以，你说吧。来，可以跳舞吧，来波才艺，你不是才艺主播啊？哥，天哪，天哪，正儿八经的什么大哥呀？别死多美兄弟们，正儿八经的，哥给我刷的这个飞机有点与众不同的想我那真咋不搞这么多兄弟们？天哪，太牛逼了，哥，人善良就算了，正儿八经长得帅就算了，兄弟们还那么好，刷票的时候还是那么的帅，天哪，so gay，what the fuck，来做惩罚面，你家猪面，把你自己放大。